为山，为水，为银龙。欢迎节目主持人董恰恰。话语的声音，使我规个心花蕊蕊开了吼。今仔现场员讲是充满了这个青春的气息，所有拢是一色少年人，敢若剩两个老人伫遐尔。不管啊，欢迎咱全世界所有华人的朋友来收看咱这上有气质电视台、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主编彭恰恰，我本人。在咱人日常生活当中，哈，咱讲迄个华语讲是食衣住行娱乐，是后边迄两字也足重要。娱乐、娱乐个方面，有时咱去电影院看电影啦，有时看电视啦，但是有时音乐会用个使一项改变心灵的状态，甚至音乐会用个治病哦。所以咱咧讲音乐无国界，是啦，哦，唔管什么款的语言，只要是好听的音乐，哇，听得较甜呢。像我暗时咧困吼，一定爱呢迄个较早迄个校园民歌无？哎呦，为安尼迄个5点外钟甲放个，一直困，一直困，一直困咧。我听了迄个声我都会困，因为我的年代啦。哦，等于甲少年的时阵啊啦。今麦是少老音乐就像迄时光机安尼啦，哎呀，你放落去会想着迄当阵发生的代志。风采迄句若台语免咧讲。时光机嘛，时光机，时光机穿越时空，穿越时空。嘿啊，当然现场加载有咱台语文的专家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丽晶票房万东红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是的，老师风采讲到这个重要哈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丽卿听的是查某，吼，伊实在这个拍摄。哦，哎呦，哦，这查某诶，音乐串烧吗？串烧，串起啊！应该串烧咧。你有够早都无食呀？我应该串烧嘛是一个像一个单元啊咧。音乐串起人生，人生当中若无音乐，人生可惜无味。是啊，是，所以今仔日班长我感觉你真危险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你虽然是歌唱比赛出身，是第几名？第3名。第3名。第一届第3名，对。哦，迄届4个人参加，伊第3名。我迄届足强的咧，第一届啊，对啊。安尼，你倒手边迄边，嘿，吼。其实我知影咧，今日来者不善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是不相瞒嘛，不孝大下真是一尾老麻。有影产的家人庙口吃安上。我拢有看过因表演呐，真正足厉害的。系啊。今仔这两位来宾吼，可能大家看到伊名，可能唔知是啥物人，幸好用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。介绍我家己吗？无介绍我嘛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凯薇。我今日是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。一次2、5、3号系统，我就第一次。我第一届，我台语唔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你台语唔是最好，你台语是有够烂。我台语有够烂，但是我你真正对伊讲台语有够烂，你有够你哪只？哎呀，你莫吵啦！台语有够烂，但是我真拍拼迄个是啦。所以我真欢喜来家啦，就 happy ，happy 耶！ Speak English, OK？ 这
凯美吼，过去曾经担任过空中小姐，嘿对，嘿嘿，看会出来啦吼。看出来伊的体材，你要行一下路文看觅，安尼敢若服务安尼。嘿对，我惊我的买一张免税商品你当做迄个老师呀，还是迄个商务舱哦，高贵安尼，要讲啊咩呀？你去服务，服务来，做红酒。我无讲过用过台语。唔要紧，空中小姐安尼行哦，跟一个，空中小姐呢？至于先生，请问你爱食鸡肉还是牛肉咧？我想要食鱼吧。鱼肉啊，真歹势啦！啊，我今仔日无鱼肉，你食鸡肉好无？好啦好啦。好哦。你讲哦。这伤简单处理啊，老师人伤好啊，OK 啦。我就觉得 OK， 你来处理者 OK。现在咯，对，伊条件是有做迄个空中小姐是有告诉给哦，落骹长，哦，用骹咧关成行李的迄个想啊。喂，啊是哦用骹关行李是吗？怪哦，啊那不会去继续做啥啊？因为就是我。想讲有做过就好啊，啊，就莫搁做。就是一个经验啊，做过就 OK。是。了解那点。除了空中小姐以外，佫有做过啥物无？我嘛是因为音乐剧的演员。音乐剧。音乐剧。音乐剧的演员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吼，小弟演音乐剧真正有够可怜的，甲一寡人讲台语的。好，啊因咧安尼拢用注意安尼硬背安尼硬，足厉害。困扰足济无？安尼。困。袂晓讲台语，演台语剧。伊问你昨有困了有好无？哦有困了有。有困。你袂晓讲台语，演台语剧。会做艰苦的无？做艰苦，做艰苦。偌艰苦。啊边啊？偌艰苦。真艰苦。就艰苦，唔讲真欢喜啦。啊，给咱学到足侪物件。你声是天生就是安尼。就小可有鼻音安尼，就是鼻音较重啊。鼻音较重。有去用看无？无，但是我扁桃腺足大的。小可你讲扁桃腺哦？扁桃。我无人讲这器官足大，要用扁桃腺出来讲的。唔知影你算第一个。这扁桃腺台语是啥老师？扁桃腺应该是日语连刀线。连刀腺。连刀腺我记得个呢。嘿，啊，是不是唔知影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讲话就是鼻音较重。有。嘿。不过我的扁桃腺真水，你要看卖啊？是，演过几出戏啊？大细个加加起来，这样安尼，咋几出，嘿，10几出，全部拢台语吗？无，敢若基础台语。敢若基础台语，唔足歹势呢吼。无足欢喜的。无足欢喜的。我足欢喜的，会当来挑战一下。挑战。是，啊你今年几岁啊？3位或者啊无敢报一个。18岁。你38岁？ 18岁。你才38岁。你18岁？哎对。看袂出来。你真系假？无可能啦。哎，你问大个查某人拢做18岁啦，无你问我。你几岁？我今年18岁。咱今仔节目到这为止，高中拄啊毕业。来，这位小姐，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凤鱼。是吗？中凤鱼。中凤鱼。中凤鱼哦。张方宇。如。周如。如。嘿如。中凤如。张。张凤如。张凤如。我是一个音乐剧。你讲，专业厉害啦！音乐剧，啊，拢唱台语哦，足厉害。音乐剧的演员。音乐剧的。我之前吼，我之前收2个徒弟啦吼，2个排档鼓下，一个柯浩顺，一个王彩华，你问就关起来。
啊，为着伊佫开门啊，是啊，佫甲收入来。收入了，佮夹着骹呢。我门拢夹着骹。哎，这真优秀了吼！咱经伫这个全华人世界，海选咱3000多人选到伊，做一个这个妈咪的女主角，这真正无简单的代志。后壁这个海报是这个热星卡拉 OK 最后之一啊，吼，这是一个新的音乐剧啊，马上伫咧要开始9月后个月开始就要乌过来所在吼，有新竹。有桃园、新北市、新竹、台东，各台东、各台中，嘿，台中。这个海报中这个人呢是我本人。哎呦，哇！第一摆挑战这个。你家是妹妹啊？翻船。你本人。嘿，啊，我多演员干那4个尔，查某的。啊。我。查某嘿。啱啱。凯比，啊，甲张凤如。哦。阮演4个查某人的故事。是。啊，伊演阮男朋友看我话说。你够想过我的痛苦？我爱看你呢。喂。伊会介意我啦。我爱虐碰过。啊，提肉完来，我会甲吃肉甲蛋掉。对，我去用拍枪，你讲嘛？拄好尔。咱来合作遮久，你的感想安怎？我感觉你足好诶，你的人足好诶。有。嘿，啊你会教咱台语，教咱台语。啊对了，因所有台语又未通，拢我一个咧处理。我拢录音伊转去。随摕录音机来，就讲即句免读，我哋拢读好。对啊。对啦，按这囡仔算讲真认真啦，所以台语学好势，台语水无简单。咱两个算第一摆合作嘛，吼。你对我的看法安怎？你就照顾咱嘞，啊，伫咧排练的时阵，排练的时阵，那个气氛就好诶。气氛就好。气氛就好诶，啊，就是真欢喜。今日用要爱念名。不过伊这世人的台语拢用了，差不多啊。但即摆要来台语做考验大家台语的程度吼，叫做塔字。塔字，就是啊，咱今仔日迄个结构是安尼。A B A C， 知意思无？知。就是 A B A C， 等于 A 是共字的。吼，你若袂晓吼，听这门开始就知影吼。好来哦，台语有真侪塔字的吼。好来，好嘞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下天下地，下天下地，水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啊，无要无紧，无要无紧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不打不起。讲你不打不起咯。你甲你妹哦，碰过。不打不起对啊。这是回答嘴角的答，不答不起，七是迄落。这两三是过来切，不答不起。嘿，恁多地熬呢？哎呦，啊，佮讲的佮调尾甲你考试安尼。哇！这是对你我咧讲。大大。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要死要活。要死要活。碰过啊！我是刚刚因倒安尼垃圾啊，我帮你清的安尼吼，歹势。这种你拍鬼带头啦，看到你先到斗顶的。哎呀，拢你先开始耶。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无啦无呢。无啦无呢，哇！当然美音啊，你安尼无啦无安尼牺牲啊，对咩？但无怪做母啊。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看头看面啊，头看面水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开下。别使下，开下。哦，开下。为了回下。下。我们变回下去。哦，回下。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一心一意。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，不是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无代无志。无代无志，叫我来搬戏。嘿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硬嘴硬气。哎呦，硬嘴硬气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。我讲无咸无正。
哎呦，无咸无正，还是要无咸无正，是讲无咸无鲜，无咸无咸，嘿，拢是讲迄种无味安尼。无滋味啦吼，迄煮菜煮汤，无放一寡物件安尼哈。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面凹面炒，面凹面炒，两个面。来，哎，速度加慢的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三米三粒啦。三米三你粒。摕歌名出来混。我改者，我讲无妹无日啦，无妹无日直直拍拼，哎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靠北靠母。喂，我讲是这个什么的，嘛是有人安尼讲嘛，顺序开头。OK， 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走来走去，啊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来走去，不是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你看无啥差呢？打，走来走去，走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，我讲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走来走去。嘛是无准。唱歌诶，用唱的啦。用唱诶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，当，一生一世，嘿，男朋友感情好嘛吼，对吧？嘿啊，袂换嘛，嘿，做银行迄个嘛，哈，伫银行上班迄个嘛，嘿，啊，个迄个哦。嘿，来，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无讲无夹，无感无觉，无讲无夹，无感无觉，较少无感觉，人安尼讲啊。无讲无夹，乖，你就无赞无赞就好啊。你无赞无赞较好。啊，无赞无赞。哦，无赞不赞。我说台语的叠字啊，我讲有零有下，有零有下，哇，有零有厉下，害厉害！赞。哇，所以来欣赏这个今仔日无共款的俗语讲了好。叮当诶，你下来呀，吼，我甲你倒酒吼，当然我食了吼来。啉酒。哎呀，啉。哎呦，铃铛诶，来啉一杯。我甲你讲啦，吼，你拢足久无来诶，我甲你等你吼，摕迄个10万块来甲我赎身呢。 10万块我哪开会落哦？你嘛拜托诶！真的，你哪来照顾拢无来，甲我买小肉粽啦？哎呦，来肉粽吼，跟别人的无共款，是烧的肉粽那你这是北部粽啊，南部粽？哦，南部粽来哟。头家娘啊，安那啦，恁店内是拢无人啊你啊？哎呦，你看这个好食，我店的小菜拢互伊食了了啊！吼，嘛较拜托诶。歹势，头家娘，你嘛较拜托对的哇！伊讲伊卖小肉粽，啊，规矩安尼定3比8也无肉，啊，搁迄边啦，你嘛态度较好诶，菜一个雕像伫遐，一个面安尼凹嘟嘟啦，吼，你嘛较拜托的。歹势啦，哎呦，莫计较遐尔济，啊来甲阮店的捧场啊，对毋对啊？吼，有人爱食苦粿嘛，人爱食菜粿，对，反悔宴座，阮逐项拢有，莫想较济啦。啊，你往来西瓜咧，安尼袂使啦。结笑啦啊！不来啦！哎呀，你这袂通啦哦。对啦，不啦，我要去边仔间啦，德哥开的间较好，来我来去。毋是啦，啊对，来遮关系的对毋对？逐摆我咧签，我嘛互你签啊。啊你那，哎呦，哎呦，头拄我看到2个人客行出去啊呀！哦，啊你遮的装潢哦，哪会拢无进步？哎呦，我惊死人哦！啊你是安那？啊你是人呀？你这才是人。黑人嘛，来听你好。你把那笑眯眯的，即摆是安怎啊？我也甲你讲啦，恁搁咧用迄什么步数啊？为着10万块哦，啊，搁什么哦？这咧烧肉粽哦，哦拜托诶，这已经哦过时啊啦，人即摆哦拢嘛像我安尼，你看，啊，搁有后壁。哎呦，人哦，即摆哦就是要欣即种的啦。哈，
莫笑死人，咱来实遮久啊啦，店开伫隔壁尔啦。哦，当然啦。但你规身躯八百无两汤匙啊吧啦，拜托诶，穿安尼，大家迄么夹饭时，但你一直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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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叫啦，等下，我看到你有一个会。啊，这位是奥桑啊，啊，伫咧煮饭的哦，啊，也是这个是你的昆山啊，哎呦，拜托，丽卿啊，你的目睭是安怎紧的？我唔是咧煮饭，系安怎？我是咧食饭。哎呦，你特地来食饭的哦，拜托，啊是要趁啥？啊，等，这颗生到这么悬，啊，搁这么薄板，啊是咱啊，是你哥哟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丽卿啊，咱哦爱进步啦，对不？迄30几年来啊，你拢同款嘛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啥吼，哎，讲到你哪了办咯？我的喙手我都拍干啦，刷去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吼挡袂牢，啊，若是莫伤辛苦啦吼，迄规气吼店关的啦。请教一下吼，安怎？哇！恁店的拢咧表演啥位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才一支迄安尼转来转去、并来并去的迄种。你是讲美国？迄种钢管啦，去学起来我看了无才调啦，滚的啦吼。唉，你讲迄无？这钢管其实钢管袂断去哦。对啊，电较大支的就好啊啦。系啊，改变。有电话挑啦，钢管阿芬啦，我来甲你讲话，你体格你嘛拜托去韩国先处理一下。哎呦，那你全班怎啦？奇怪，啊你啊，安怎？是我都减肥哦。我有咧减吗？你有咧减？我甲你讲，愈减就愈枵，愈食愈济。哦，你来，你是面凹嘟嘟，我即摆是欠你花啊钱啊，小玲啊。无你啥？你慢慢要拜托的，店的生意歹家咧呐，敢若剩咧管理员伫遐坐尔啦。那一张白的，咱拄爱迄个马来讲，因迄已经付到什么马力什么我过去啊。啊，咱这边店咱是变咯。无啦，有啦，我有练新的招啦。嘿啦，我有练哦，啊，就气质的迄种哦。新的招是哪是人起来给你带出你种新的招呢？唔是啦，你看就知啦。啊，你是拢袂笑的哦。小玲来跳诶。无代志，无代志啦，来啊，调好，music。一边落雨天，家人讲比咱会轻。若是会畏寒，上好紧来找春天。阮这款的美女，拢会真爱你。阮这顺酒好歌，拢会传予你。啊，不过你人地也有把握，保持你着免归去。看无你，看无你，哎呦哎呦。阮是音上悲，看无你，袂记你看无你，哎呀，阮是啊，我袂记啊，袂记，这不是可你是怎样袂记？卖唱啊！气甲恁做嘛无啦就一直走起来。你这什么种公务部啊？啊，大家哩落安尼，哈？敢要看诶？啊，这摆是安怎？我头家娘咧讲话，伊即摆安尼，当作我无存在，伊是啊，伊是无形的，我飘入安尼啊。无啦，是啊，小林今日看起来怪怪，一个人坐伫遐啉掉一罐酒，啊，讲拢讲袂听。啊，我问伊安怎，伊一句拢无爱讲呢。啊，敢若你注意有人拍电话来无？系啊，哎呦，你袂使啦，我来甲看卖吼。我嘛去看卖吼，等我啦。这查囡仔讲袂听啦，迄阵啊，来遮引头咯，死翁，该带一个囡仔遮尔细汉，讲要来我遮食头咯，我来甲讲卖啦，你个查囡仔，你生做水水啊，去别位趁食啦，啊，徛伫遐唔讲话，哎呀，我安尼看到安尼，你查囡仔啊，家己一个带一个囡仔遮细汉，遮尔可怜无依无我，我就想着较早我家己的我是咧着软心去。啊，无效啊！尾啊，我的话嘛无听落去啊！去交一个警察，有宝的。唉，小玲啊，别人会晓讲袂出，你袂晓，你知嘛？小玲，等下又买回来，还等下我来，你敢知？你慢点啦，好，无代志啦。小玲，你即摆举这支倒时啊？你搬8点钟哟啊！什么好人有好报？天公伯啊，拢在骗我！我
是真打拼在生活，无骗人无骗人。即摆我得着啥？双手空空，一个一个甲我食狗狗拢欺负我。请教你一个吼，对方是怎甲你骗啊？伊讲伊爱我，要带我家己遐走。伊无讲伊已经有某啊。伊无讲，你现在袂晓捡目睭，袂晓看笑，你家己讲要怪谁啊？是啊，伊讲伊爱我，伊真正有讲。爱一斤值偌济啊？是要用啥条来帮啊？啊！我唔捌，我真正唔捌。我以为这世界是人笑人。你都要用拆下落白，你才会清醒啦！啊！是啊，我就忝的，我真正就忝的。等，即摆要聊落吼。哎呦，我甲你讲个笑你讲，手伤慢啊，阿妈滚较紧吼。等下哦，要挂咧之前，我卡着是叫恁后生来讲哦，讲因老母我欠卡咧，讲要死哈，我甲你讲，要死叫外口死啊，我才要做生意咧。小林啊，你今日甲教的是的啦。小林啊，你一个查某人出去要安怎活？即摆外口袂食的话，辛苦你敢知？西瓜输当归，马当输火加卡当呢。雷庆姊啊，我知影你是为我好，我是怨叹我家己遮尔无路用，做人的某、做人的妈妈拢做袂好。即摆连你予我的头路嘛不敢嘴讲讲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少年啊，讲感情就袂像你跋筊共款，到尾来赢起起来当有几个？你看，我手头敢剩这间店啦尔。感情我毋是无爱算呢，我是算袂起。别人吼是摕香咧结拜，咱是摕棒棒糖咧摇拜啦。来结拜吼，一人一支。哦，来，莫讲遐，无重要，无重要。来结拜吼。结拜。系啊，刷落是要安怎？拜四方啦。啊？同一方啦。哦。来拜，二拜，三拜。好来，10香。好。来。人生路有偌济点在世间，嘛无几回。头毛有长嘛有短，路途有悬嘛有低。有我来照顾你，有我来疼惜你，感情永远拆袂散。像咱这款的烟花女子，上有人情味，开伫后庭内面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水。小玲啊，你无听人咧讲啊？旱时毋惊落土烂，哦，这句听有无？听无？囡仔人爱听无？第二句叫做烂土伫骹底戳，听有无？听无嘛？恁兜的代志，好，代志拢会解决的哈，莫想遐济，好，甲咱拍拍鼓励。来，人客啊！来呀！黑轮嘛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！要死！就阿姨吼，我会惊。我唔知做左人艰苦了。对啊。迄不然一巧，你袂使你救啦，你歹看啦。唔是，我本来想讲吼，迄个咱因为无肉嘛，无肉迄吐袂掉。哦。啊，你搬的时阵，伊就走起哩。哦。我尾来讲，迄左囡仔，迄今日迄路有维修车，维修车有，撇个。那好，你看到？啊，我就规矩，我打定照机我也无差。哦，辛苦嘛是辛苦啦，查某嘛是辛苦。
啊，这少年哦，因为剧中哦，伊都安尼自暴自弃啦，过安尼日日囡仔，安尼靠家己要请用，安尼有诶袂，啊，即摆内勤啊，再甲苦劝，哦，你都爱无遐，但是无遐着啊，但是安怎处理？所以旱时毋惊落土烂，伊啊第二句呢叫做烂土。卡地戳，烂土的卡地戳，来，赞成第一句举手。哦，恁两位，伊都唔知你创啥呢？伊都唔知，你还来遮？你两个过去好。你无经第一句嘛吼？嘿，你是听无啦？小看听无。啊，小可听无。这两一定家乡对白啦。对对对。旱时唔惊落土烂。你讲讲你经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先问你，你来经这句？因为旱时唔惊落土烂。废话，啊个，人家咧写你咧，就是艺术啦，艺术。就是旱时。好来，你去讲第三届，我看你会使讲几届。啊，迄人骂你意思是安尼嘛？旱时就是伊菜伫倒位拢做好种的，啊伊就是就伊的生活，伊的生命就活力的。哦，生命力很强哇！这边那个生命力真强，生命力真强，就是讲连烂土伊嘛会用坚持，伊嘛会用发出来的意思啦。哦，就是讲无要紧，我就是一个意思啦。你敢是这个意思？安尼伊讲你是旱时啦。我是感觉吼，应该是吼。旱时唔惊落土烂地，英雄唔惊出身家。哦，你拄则说你病吗？是吗？我是你家啦。你过，来，恁选第二句叫做迄个烂土地卡地戳，烂土戳，有当戳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伊就是烂土啊。哦，你讲小林是烂土。伊就烂，所以你笑无要紧。哦，你是讲伊是烂土，啊，你甲伊笑无要紧，吼？唔是，烂土，因为伊是烂土，所以安尼笑就无要紧。我烂土，哎，来，老师把它讲解答者。真正是配王之王，无配读壳的王。头迄个嘛讲得真好啦吼，旱时唔惊落土烂。这句是咱台湾民主运动哦前辈郭武新先生所写的诗。千年根，万年藤，旱时唔惊落土烂，只求基友代代传。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伫地图顶头就亲像一粒旱时，啊，经过像讲1624年荷兰。葡萄牙、西班牙，甚至清朝郑成功吼，日本政府、国民政府拢甲咱统治。毋过咱台湾人即马嘛家己做主人啊。哦，所以变做环境无好，毋过咱嘛爱有志气，爱有勇气，啊坚强甲活落去。所以即马讲景气无好啦，毋过吼豆来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后摆一定会成功。是。啊，另外一句是讲烂土伫骹底戳。这句较深啦吼，哦，因为制作单位吼真牛，像这句较深。啊，若讲较白就啥，软土深骨。哦，烂土就是烂土啦。你啊，讲啊歹呢，你若无志气，你无够坚强，人就干啦，甲你戳落去，甲你斩落去，食你够。所以若讲叫内经子啊，要来鼓励意思，应该是讲大家啊，爱小坚小挺，爱坚强活落去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旱时唔惊落土烂。伊旱时是一个，伊都唔惊，伊就是伊生命力真强，所以唔好看轻家己，万事拢会解决的，负责嘛不要紧。我来拍破鼓励。今仔这首我个人感觉非常有气质哈，这是黄正辉老师所写的异乡的白灵诗。但是伊是咱是初中一节啦，因为这节咧讲的是甲家人，讲到家人。安尼你前卡拉 OK 咧讲嘛是家人的故事，但这首若要照迄个起起角角来念吼，就哩哩啦啦啊，因为非常的文雅吼，所以迄个叫做凯比啊，凯比有，来起来用，喷菜啊，你念个遮，念个夜市也看有啦吼，来凯比，白，飞过家人的山轮。白色的孤影，
写伫田寮河边的厝仔店，边仔人来客去的庙口夜市。庙口夜市，真苦，愈食愈苦。来，红炉请接下来。我嘛。无我哩。只有家庭伊飘零的心思，艰苦的气候，一只两只，一赞搁一赞，什么？写来搁写去，写伊，唔知道有写。哪知呀？哪知啊？日落黄昏。哦，听你讲话我老帅。老师拜托你啊，来，哦，这有时我有诶，碰过你做厉害呢。会当甲这个囡仔吼，甲艰苦变做艰苦。你使高教，你使做我教。来听哦。飞过家人的山峦，白色的孤影飘伫田寮河边的树蛙顶。树蛙，树蛙，边啊人来客去的庙口夜市。这人来客去。这句是为红楼梦内底的呢，普通咱台语讲出入入，所以这人来客去较文啊吼。酒加添伊飘零的心思，港口的麻叶，一个吼，一只两只，一连搁一连，踅来搁踅去，哪知影日落黄昏。好，来一连搁一连，踅来踅去，有啊，这节字足字。较拗咧，拗咧踅来个踅去，踅夜市的踅。是，感谢老师，多谢。谢谢。来，有啥物人想要来挑战这种心思的，用迄种的感情来读的？有人想要挑战的吗？哦，我来讲，你来讲，我唱我来，来一位。老师开一个音乐吼，安尼旋律的，来请了。我去问一下好，这我袂记一下。树蛙顶，好，请了。飞过家人的山峦，白色的孤影，飘伫田寮河边的树蛙顶，边啊人来客去，会破音。我跟你讲，伊重感情就是安尼。边啊人来客去，的庙口夜市。只有加添伊飘零的心思，港口的辣椒一只、两只，一连搁一连，踅来踅，搁踅来搁踅去，哪知影日落黄昏。你刚来竞选，你刚必须啊，请回做。老师音乐好了，我来。来呢。飞伫家人的山峦，白色的姑娘，飘伫田寮河边的树蛙顶，边啊人来客去的庙口夜市，只有加添伊飘零的心思。港口的麻雀，一只、两只，一连搁一连，踅来搁踅去，哪知影？日落黄昏。哇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后回请继续欣赏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，谢谢。